各位型仔型女大家好，歡迎又返到嚟越讀越有型啊！我係 Andre。如果要你喺財富、健康同埋幸福呢三個方面進行排序嘅話，唔知你會點揀呢？以上呢三個選項呢，都係我哋人生當中最重要嘅大方向嚟嘅。但係納瓦爾就認為我哋大部分人所追求嘅順序呢，通常都係錯嘅。我哋通常都會揀錢行先啦，然後再顧健康，而去到最後呢，我哋先會諗究竟自己開唔開心。但係其實最重要嘅反而係幸福啊！納瓦爾佢就認為幸福其實係一種我哋可以去主動學習嘅一種技能嚟。佢自己唔係天生就達到幸福，亦都唔係等到你有錢就自自然然咁獲得。佢就分享過，大概喺10年前，如果你問佢開唔開心呢，佢會盡量避開唔答。如果硬係要去評分嘅話，咁佢可能喺10分入邊只會俾到2-3分自己嘅啫。但係今時今日嘅佢會可以俾到自己9分，而當中嘅重點就係唔係因為佢變得更加有錢、更加出名而幸福，而係因為佢成功學識點樣令自己幸福，就好似去做 gym 咁樣，都係可以慢慢練翻嚟嘅。而佢對於幸福呢，有住一個咁樣嘅定義，佢認為幸福其實係一種覺得自己冇乜缺乏任何事物嘅一種狀態。我哋可以反思一下我哋平時個腦係點樣運作。我哋成日都會好容易咁覺得我哋嘅生活入邊硬係爭咁啲嘢咁樣，可能想換一部新啲嘅 iPhone， 想買一隻靚啲嘅錶，想買新嘅衫褲鞋襪，又或者想變得更加有錢，想要變得更加成功。但係當你冇咗呢啲好想要呢樣、好想要嗰樣嘅諗法嘅時候，你個腦就會開始慢慢咁樣靜落嚟。亦都當你唔再後悔過去，唔再焦慮未來嘅時候，你就會進入一種好平靜嘅狀態。而呢一種平靜呢，其實就係納瓦爾所指嘅幸福。我哋好多時以為開心就等於正能量同埋正面思考，但係納瓦爾就認為其實唔係咁樣，因為每一個正面呢，其實背後都包含住一個負面。你話我好開心，即係代表你曾經唔開心。呢個世界本身就係有住對立嘅，所以幸福從來都唔係嚟自於點樣去保持正面，而係嚟自於點樣可以減少你嘅慾望。書入邊有句說話咧，令到幾深刻嘅。佢就話每一個慾望咧，其實都係一個你同你自己簽嘅合約嚟。就喺你得到佢之前，你都係唔會開心。所以當你不斷去諗、不斷去期待、不停咁樣抱有幻想嗰陣，其實你就已經選擇咗用你嘅唔開心去交換未來嘅開心。納瓦爾佢自己都舉咗個例，就係佢買咗部新車，但係喺未到手之前呢，佢就日日上網睇評論、睇論壇。但係佢心入邊知道，當呢架車一到，佢就好快唔會再在乎。我哋普遍嘅人就係往往沉迷喺呢一種期待上邊。你哋可以試下做一樣嘢，就係坐低乜都唔做，唔睇電話，唔聽歌，唔睇書，你就會發現你做唔到，因為你個腦會不停咁樣叫你起身啊，做嘢啦，下一步係點啊？呢一個就係焦慮。其實焦慮唔係啲咩好抽象嘅嘢，佢只不過係一連串停唔到嘅念頭。而我哋成日以為要解決焦慮就要壓住佢，對抗佢，但係納瓦爾就反而話我哋唔需要，我哋只係需要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我依家係諗住繼續諗啊，定係想要平靜呢？因為你只要跟住呢啲念頭走嘅話，你就冇可能平靜落嚟。其實當你內心冇咁多拉扯，冇咁多聲音，你自然就會感覺到有一種穩定嘅滿足。但個問題就係我哋大部分人追求嘅目標都唔係我哋真心自己想要嘅，可能係社會又或者屋企人俾你嘅期望。而當你追緊呢啲外加嘅目標嘅時候，你就算做到，其實都未必開心。反而只有當你做緊一啲你自己真心想做嘅嘢，你先會有一種好自然，唔需要證明俾人睇嘅滿足感。而再講深一層，其實背後仲有一個更加底層嘅原因。納瓦爾就有一個好關鍵嘅觀點，佢認為世界本身係中立嘅，一棵樹佢唔會覺得自己成功定失敗，而宇宙亦都唔會覺得你應唔應該開心。所有好同壞，所有情緒呢，其實都係你自己加上去嘅解讀。同一件事，你可以覺得係打擊，但係亦都可以覺得係機會。所以講到底，
幸福喺某種程度上邊其實係一種選擇，唔係因為外在發生咗啲咩，而係你選擇用咩角度去面對。去到最後呢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下，究竟我哋可以點樣慢慢變得幸福呢？納阿爾就做咗幾樣簡單但係非常之有效嘅嘢。第一樣就係減少自我，即係唔再覺得自己係世界中心。我哋好多時呢，唔開心嘅時候會成日去諗點解佢會咁樣對我呢？又或者會好苦惱咁樣去諗，點解件事會同我幻想或者預期嘅唔一樣呢？但係當你開始明白同埋接受一樣嘢，我哋只不過係宇宙入邊一個好細好細嘅存在。有住呢個諗法嘅時候，咁其實會幫到我哋去放低好多嘢。無論身邊嘅人係點樣啦，呢個世界係點樣啦，其實都未必真係關你嘅事。你唔需要真係每一樣嘢都要 take it personally。而第二樣呢，就係要減少我哋腦入邊嘅雜音。我哋嘅腦其實就好似一個永遠都唔識停嘅收音機，不停去評論、去比較、去擔心同埋幻想。但係當中嘅問題就係呢一啲嘅聲音其實未必係真實，可能只係我哋嘅習慣。所以納阿爾做嘅呢，就係唔去控制呢啲思想，而係學識去觀察佢，而唔係跟住佢行。當你學識點樣去分隔同埋觀察呢啲內心雜音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平靜其實都可以係一個選擇。而第三呢，就係唔好咁在乎一啲無關重要嘅事，比如話係人哋點樣睇你啦，社交媒體嘅 like 數，又或者一啲根本唔影響你人生嘅小事。因為我哋好容易將注意力放錯地方，但係其實你在乎啲咩，咁往往就會被咩控制。當你唔再咁在乎嘅時候，咁你個人就自然更加自由啦。第四呢，就係遠離負面嘅人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，就係情緒呢，其實都會傳染。如果你成日同一啲會抱怨、悲觀、負能量好重嘅人一齊，咁慢慢你都有機會會變成同一類人。納阿爾佢就好直接，佢選擇唔同一啲唔開心嘅人相處。佢認為呢一個唔係自私，而係你始終都要為你自己嘅情緒去負責。去到第五就係調翻轉，多啲同一啲開心嘅人一齊，因為同樣道理，正能量呢都可以傳染嘅。當你身邊係一啲簡單、知足、平靜嘅人，你會發現其實自己都會慢慢變得更加輕鬆。有時幸福唔係你自己努力出嚟，而係你嘅環境慢慢影響你。最後就係冥想同埋多啲去讀哲學。冥想唔係要你變成一個好高深嘅人，而係去幫你練習一樣嘢，就係要學識點樣同自己相處。而哲學其實係幫你重新去理解世界。當你睇得多咗，你就會發現好多你以為係好緊要嘅嘢，其實唔係真係咁緊要。然後慢慢你就會學識放低，亦都會揾到平靜。總結下，咁今日分享嘅幸福篇呢，最主要有5個重點。第一就係幸福係一種可以學嘅技能嚟。第二，幸福唔係靠得到，而係嚟自於冇缺乏。第三，每一個慾望背後都會令你暫時唔快樂。第四，活在當下比任何成就都嚟得更加緊要。最後第五，幸福其實係一種平靜。咁今日嘅分享呢，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分享有幫到你嘅話，不妨幫我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！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創作嘅最大動力。閱讀令你更聰明，知識令你更有型。我係 Andre，我哋下一集分享再見啦，拜拜。